大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过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，咱做过来看到这日，大家看会到，这日就是心。有的人若是读做心，安尼就唔对，变做心肝头的心。这日心，这是一般人咧讲的躯体，像咱讲身体、身躯，嘛有人会讲做魂思。另外，嘛有人讲是本身、亲身。落尾用来讲物件上较主要的部分，咱讲车身。另外，巴肚内有囡仔，咱讲有心。若是有关身份来了，咱讲出身。带大家做过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心命，这个意思就是体质。咧讲一个人健康的情形，像咱讲懒心命。若是带心命，就是代表地道较无多好互你的慢性病。第二个词都要读过身躯，嘛有人讲魂思，也就是讲咱人的躯体。嘛有人分较有分做是较外在的部分，讲是身躯；啊，若是较内底的部分，咱讲身体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伊自细汉就带心命，不离啊懒心命，规身躯酸痛，不离个开始运动了后，已经有运动的关系，体质就改善真济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心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